翻直路1000，打二第10，快靚王6檔起步。 好啦，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中間標誌極光喎，外欄粉紅衫呢，仲有進黃金啦，紫色衫紫色帽走上去就快靚王啊！入邊有兩隻千杯勁典環宇風采，中間走埋上嚟，仲有中環精英啊！紫色衫大約跟住個6、7位啦，百威多贏啦，後多陣紅衫黃帽會長之寶啊，黃衫黑帽呢就飛來閃耀啦，後啲嘅馬匹啦，先見到有大回報啊，咁啊百里王啊實現夢想，尾以99圍軍暫時大殿後呢係嗰隻勁步速嚟㗎，好啦跑咗一半嘅路程啦。 快靚王呢就貼咗外欄放嘅，跟住佢後邊嘅馬有進黃金啊，中檔位置係標誌極光中環精英啊，入邊千杯勁典啊唔夠位喎，再入邊仲有環宇風采啊，後多層嘅馬呢，先見到飛來閃耀唔夠位啦，百威多贏都唔夠位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實現夢想埋邊上咗嚟啊，外欄進黃金啊，中間呢，咁啊仲有快靚王出邊追上嚟飛來閃耀，贏馬嗰筆係實現夢想啊，跑第2名呢。 進黃金粉紅衫，外欄飛來閃耀追上去，第4名似乎係快靚王喎，咁啊仲要影相㗎，咁啊結果實現夢想響入邊咧穿上嚟贏啊！第2名嘅馬呢，中間粉紅衫啊進黃金，外欄追上嚟飛來閃耀，第4名快靚王係咪機會高過入邊嗰隻環宇風采呢？呢隻路程都係專家嚟㗎，實現夢想，但係真係有喘鳴問題。 影響個進度，但係今場唔爆喎，實現夢想贏啊！進黃金輕磅第2，飛來。